你有冇試過望住一隻牛嘅眼，然後問自己佢究竟喺度諗緊乜嘢？我哋習慣將牛睇成漢堡包、牛奶，或者係農場入面嘅一嚿會喐嘅肉。但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呢本書《奶牛嘅秘密生活》，作者 Rosamund Young 喺農場觀察咗幾十年，佢發現令我哋好震撼嘅真相。我哋一直以嚟對生命嘅認知可能錯得好離譜。喺書入面提到一個細節，我哋總係覺得動物係蠢嘅，但我哋衡量聰明嘅標準會唔會係太狹窄呢？作者講到一隻小牛，佢想食乾草，但唔夠能力推開佢身邊比佢大隻嘅牛。佢竟然識得等阿媽食嘢嘅時候，捐入去阿媽個下巴下面，借阿媽嘅力量幫自己開路。呢種係咩啊？呢種係 practical intelligence 實踐智力啊！更有趣嘅係，當我哋將牛關喺狹窄嘅欄入面，佢哋嘅大腦竟然會萎縮30% 啊！諗下呢一點，如果你被剝奪咗選擇嘅權利，你嘅生命都會隨之枯萎。牛係咁，人都係咁啊！而最觸動我嘅係佢哋嘅情感。喺工業化農場入面，為咗效率，我哋強行拆散佢哋。我哋以為咁樣係優化生產，但其實我哋喺度摧毀緊一個靈魂啊！書入面講到一隻開心嘅牛，佢嘅肉質甚至佢嘅抵抗力完全唔同。快樂係有經濟價值嘅，亦都係道德嘅底線。所以今日我哋學到嘅嘢係，世界唔係圍繞人類轉嘅。當你開始尊重另一個生命嘅複雜性，你先會真正理解生命嘅重量。呢本唔係一本農業嘅書，呢一本係關於共情嘅書。3大行動方案：1. 有意識地消費，下次買牛奶或者牛肉嘅時候，嘗試去了解產品嘅來源，優先選擇支持放養或者係人道飼養嘅品牌，因為你嘅選擇決定咗呢啲生命過緊乜嘢生活。2. 重新觀察身邊嘅生命，嘗試去觀察屋企嘅寵物或者公園嘅雀仔，唔好預設佢哋係低等嘅，嘗試去發現佢哋嘅小性格同解決問題嘅方式，訓練自己嘅觀察力同共情力。3. 反思環境對自己嘅影響。書裏邊提到擠迫環境會令大腦萎縮啊，檢視下你嘅生活或者工作係咪處於一個限制你思考嘅圍欄入面，為自己創造更多自由流動嘅空間，對你嘅心理健康好重要㗎。生命嘅秘密往往隱藏喺我哋最容易忽略嘅地方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話俾我哋聽呢個故事有冇改變你對動物嘅睇法。我哋下集見。